電腦配件、滑鼠和鍵盤。大家平時用電腦嘅時候，一定會用到滑鼠同鍵盤，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，原來滑鼠最初係用木製嘅。滑鼠呢就好似我哋嘅手指一樣，等我哋可以喺熒幕上控制一個小箭頭，我哋叫佢做光標，然後就可以進行選擇、點擊等等嘅操作。佢嘅外形呢就比較百變，有啲呢有條尾巴，拖住一條長長嘅電線，有啲呢就係平面，可以摺疊變形，而有啲呢已經完全唔似一隻老鼠，改稱為觸控板，手指滑動就可以完成工作。而最早喺1964年，第一個滑鼠就淨係得一個滾輪同埋一個有按鈕嘅小木盒，而因為木盒拖住一條長長嘅線，好似老鼠嘅尾巴，所以滑鼠嘅英文我哋亦都叫佢做 mouse。而鍵盤呢，大家又有冇發現原來鍵盤上面排列嘅英文次序並唔係按照 ABC 嘅順序呢？鍵盤就好似人類嘅嘴巴，等我哋可以同電腦溝通，輸入指令同資訊。無論電腦嘅外形點樣變，由大牛龜變成又薄又輕巧嘅手提款式，而鍵盤呢都係始終如一，變化唔大。字母鍵嘅排列呢，亦都一直都係 QWERTY。呢個呢，就係沿襲咗傳統打字機嘅字母佈局。世上第一台打字機嘅發明者發現，如果按 ABC 嘅順序打字快嘅時候呢，打字機上面嘅撞針就可能會卡住咗，而為咗等打字嘅速度放慢，就刻意咁樣排列，就將一啲常用嘅字母分散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又有冇平時用鍵盤上面嘅快捷鍵呢？例如 Ctrl+C 或者 Ctrl+V 就係複製或者貼上啦。大家又有冇諗到其他快捷鍵呢？